大家好，我係子晴，今日幫朋友抽紅花，仲要試下各種嘅都市傳說，睇下邊一種係比較順利同幸運啲。本來就已經有郭嘉呢一個紅花生，先嚟到洛陽同曹操傾下偈先，再嚟火燒皇帝，睇下可唔可以更加旺起個幸運值先。開始換第一次啦！哇頂！呂布，曹操你做唔到嘢啊！要燒你個屁股啊！嚟到第二轉，我試下買最貴嘅機票去大和。嚟到大和人傑地靈。嚟到第二轉，好緊張啊！哇頂！咩嚟㗎？呢個係咩嚟㗎？呢隻係文官，你俾一堆武官暈我做咩呢？紅花係加持州，咁就試下佢啦。仲跑到去司馬炎嘅爺爺度。你準備抽第三次啊？喂，好鬼緊張啊！頂，真係好驚啊！睇下抽啲咩先。靠！典韋 What the？ 有人建議就去自己個團嘅城拜一拜我哋個團長。食粥食飯睇你啦，水蓮先至飲3杯酒。嚟啦，好緊張啦！抽第4次呢個紅花生。唉，咩事？係呂布，已經抽咗4次，出咗2次呂布。唉，第5次唯有去拜一拜劉備啦，再加個火燒皇帝，希望得啦。嚟啦，第5次啦，手都震啦！哇，抽到周瑜，總算抽到個文官啦！要恭喜魯豫范啊！我哋成功啦！真係好鬼緊張啊！個心又卜卜跳，個手又係咁震，好鬼死緊張啊！真係要親一下劉備大大。你們又覺得邊一個都市傳說會比較順手啲呢？多謝收看，拜拜。